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件警察虐杀发生伫个新竹的竹北。警察发现一个窃盗的通缉犯驶车要甲砸，对方是油门催泪开始走，一开始差一点弄到远景，搁来弄飞一个骑士，刷落来搁共弄到5台机车，但是车无停落来，继续走，最后是冲落田底，互警方压制逮捕，搁伫个车顶敲着毒品。一个乌色轿车倒啊速度真紧，直行乌多摆根本就闪袂赴，被弄倒在地。不过这台车依然无停落来，继续向前冲。警察车伫后壁咧肉，这台轿车是沿路驶正向，驶到头前个慢慢拢落去啊，游完甲警方咧走相肉。后来因为警方完全无放弃，最后这台乌色轿车因为挡了袂赴，规台车栽入路边的田仔内。先生，先生！阮警随冲落车，穿旗仔出来大声甲喊，最后成功将人压制在地。这个驾驶一开始有警方注意到，是因为警方伫市区发现这台可疑的车，一个调查发现讲驾驶是窃盗的通缉犯，落车要甲砸，这台车就冲过车顶，直接往原警这边冲过来，有人翕到无辜骑士勒残的画面。就经过我们这边，然后我们就听到砰一声，之后马上转头就看到人飞起来了。代志发生伫昨中昼12点外，新竹竹北光明六路甲中华路的交叉口。这个窃盗通缉犯冲弄远景了后，往中华路逃走，到中央路倒下的时，又搁弄到骑士，造成5个人受伤，一个人入院。最后伊沿路逃走到沿河街时，家己栽入田内。警方竹北市区3间学校搁车头，最后失控冲进路旁空地，当场将驾驶及乘客逮捕，并查获毒品安非他命。后续全案移行地检署侦办。通缉犯伫市区走来走去，乡亲看到拢着惊，佮造成4个轻伤、1个重伤的惊险场面。加在伫警力的围捕下，成功抓到这个通缉犯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